愈来愈侪人注预防车，加上这个疫情有较回，边境的管制敢有可能放较凌厉。依照目前的防疫措施，为国外转来了后，拢必须要去防疫旅馆，也是集中的检疫所去隔离。不过人一个多，防疫旅馆的房间根本就无够用。至于中心嘛，研究讲要改为居家检疫，不过审判人符合这个规定，符合这个条件，也有伫研究，是讲咱敢真正会使放宽入境的检疫，来听医师安怎讲。 春节返乡潮，伫抢机票进前，嘛爱抢会到防疫旅馆。目前全台湾防疫旅馆大概有26000多间，集中检疫所5600多间，总共3万多间提供予入境的旅客。不过，敢若去年春节期间，都有3万多人伫同时间要住，防疫旅馆真歹订。 上个礼拜开始就蛮多人打电话来订，因为今年过年过得早。 我想，目前现在市场上的需求应该都是饱和，都是客满的。嘛，就是讲，若是想要伫1月31号移到暝限厝内人围路，安尼上晚爱伫1月16号大日起。所以1月15到1月22的热门时段，防疫旅馆差不多拢满。面对房间无够的状况，指挥中心拍算明年春节返乡该做居家检疫。我们现在在详细调查一些可能的一些人数，做一些估算。基本上的一个居家检疫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不会 变啊，那中间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入境的一个 PCR 检验啊，甚至说在第7天的第2次 PCR 检验，可能还是必须要的。跟家人之间的一个接触，还有就是说隔离空间，它的一个空调，其实这部分都会需要建立一定的一个 SOP。 敢会全部开放居家检疫，或者是注过疫苗的人才符合资格？相关的规定拢要来确定。另外，卫福部嘛讲，疫苗第2剂注射率爱到3成，才有可能甲边境放宽。不过，重点是台湾注疫苗的速度爱有够紧。 未来的一个边境开放是势在必行，所以台湾还是要去面对，就是说完成2剂的施打时间前后不一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说这些前后不一的问题能够透过其他的科学验证来建立它的疫苗有效性的一个时间参考。除了会使赶紧注疫苗，嘛会使考虑自低风险的国家分阶段来开放，嘛是一个办法。